今日係卡哇切嘅開賣日，係時候俾大眾睇下我強大嘅黃牛軍團。Kyo，排隊。今次都係我排前邊，可以一次過收晒所有嘅戰利品。你哋呢班人類點同我鬥啊？你好啊，而家我哋公司咧推出咗新嘅互動環節，要答中問題咧先可以買呢隻公仔㗎。今次既然問問題，叫咩名？我啲黃牛軍團鬼識呢啲嘢咩？呢隻公仔叫咩名啊？先生，你可以行錢啦。請問呢隻公仔叫咩名啊？卡哇切。非常好啊，你可以喺呢度排隊買啦。估唔到仲有我未攻略到嘅地下城。